喺超市撞返朋友。阿林，真係好耐冇見啦，你最近點啊？都 OK 啦，返工煲劇嬉下。聽講我哋班 friend 約咗你幾次飲嘢，你都冇出現，最近好忙啊？哈哈，冇話特別忙，不過我最近煲緊一套劇，一得閒就開電視。咁誇，邊套戲啊？叫許我耀眼，現代愛情劇，趙露思同陳偉霆做主角，超好睇啊！女主角係一個好有夢想又堅強嘅女生，佢唔怕困難，想靠自己闖出一片天。哇，聽落真係吸引。其實我都好鍾意趙露思㗎，今晚要睇返先得，睇完搵日出嚟飲嘢傾下劇情。